来继续来看有关这个国土计划法，是按算明年的4月底要来实施。民进党有22个立委再去开记者会，要求中央伫也未达成到全国一致进前，应该要调整到实施的时间。内政部长刘世芳讲，这个国土计划法10年前就来公布。 这10年来有真侪沟通困扰，讲会继续来沟通。讲这内政部的立场就是依法行政，和这个国土法如期来实施，是内政部上大的目标。国土计划法。 3年重调整。22个民进党的立委共同举办记者会，为着明年4月特别上路的国土计划法甲中央对立，并没有办法很有效的让乡亲理解到底我们的特定农业区跟一般农业区未来转化做农1跟农2的时候，它的权利义务有无变化？国内署的署长那个沟通都是 N 次以上。我说地方政府现在让我们知道他在划设的时候。 根本是无心。国土法如期上路，毋那家己人无相挺，正义嘛有意见。其实9月初2，政务委员刘敬清、陈金德就召开跨部会会议，邀请内政部、国科会、经济部，佮有农业部的官员来参与，讨论国土法上路的时程敢会延后。陈金德就针对最近国土法上路前的争议，问参与者，敢做过各部会、农会总干事的民调，当值立委敢拢有同意。立委嘛向行政院化话，应该互国土法延后上路，包括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市以及台东县9个地方政府，事实上他们没有办法去缴交这个功能分区图。有关市也未交资料，中央头先要面对的就是安怎执行，照国土的分区来规划土地使用的强度，佮有特性，有4个功能分类，包括着国土的保育、海洋资源、农业发展，佮有城乡发展，用新北市国土功能分区来做例，有来深区或列做是国土保育地区第4类，水源特定区、风景特定区，那3英像哪？ 是国益维护自然环境状态，并且是国利需要维护自然环境状态有条件开发。10年来，它有很多沟通上面的困扰，那我们就尽量持续沟通，能够让它如期上路呢，是站在我们依法行政上面的最大的目标。看起来国土法是要如期上路，内政部的态度是真坚定，要安怎安大地方，就正做中央的考验。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